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油是损害咱个人的健康哦。为着要应对病情，健保署长赵忠勇就宣布讲，9月初1会开始扩大低血油这个新药的给付。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三股加上心血管相关疾病，每年健保支出达到3400亿，统计超过850万人得到相关的疾病，将做民众上大的健康负担之一。为了应对疾病，健保署长赵忠良初三宣布，9月初起的扩大给付，废止新药 PCSK9。LDL 要超过135以上才能用，我们把它降到100以上就可以用。好，那么当然它有前面的另外2线的药物用过，那么顽固型的，那么我们再把它加上去这个用药，那么可以降低这个心血管的风险。政府估头一年到第5年收费人数对1191人到5005人，药费是1亿增加到4亿3000万，使用原则上受部分的限制。不过今年3月初1，健保署再度扩大对着初期的慢性腰疾病的 SGLT2 白糖药，医界确实反映讲预算有3亿，到总敢若用45万，因为这个用药限制伤衰，部分的朋友无法度来使用。收案在这个初级慢性肾脏病，或者是pre-ESRD， 肾脏的功能要在25到60分之间，还有它的蛋白尿必须要200到5000。那其实它等于是它不是或，它是且。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，其实我们符合给付规范的这样的个案，其实真的少之又少，越早越好，越晚越糟糕。根据统计，糖尿病人每年门诊爱用健保5万点，不过若是爱洗油脂就要用到53万2000点。医界建议放宽条件，及早来使用，才法度减慢这个疾病影响，并且会伫最近总结协商时向健保署搁再提议，希望会使予更加多朋友得到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